顱底治療並非用力推拿或者整骨，而係一種極其輕柔嘅觸診療法。咁治療師會運用僅約5克，相對1個5毫子嘅力度咧，觸碰你嘅頭顱、脊椎與身體㗎。咁呢個過程咧係有效釋放中樞神經系統嘅深層緊張，讓身體啟動返自我療癒嘅本能，從內以外地放鬆和修復。除了心跳和呼吸，我哋嘅身體仲有第3種重要嘅節律，就係顱底韻律啦。咁韻律係源於顱脊液喺個顱骨與脊椎間規律性扭動，每分鐘6至12次嘅自然節奏，亦都可以作為健康指標，直接反映翻中樞神經嘅系統嘅健康狀態㗎。現代嘅生活快節奏，讓我哋嘅身體默默承受到許多嘅壓力。你係咪而家都俾呢啲問題困擾呢？好似瞓覺咁，瞓極都瞓唔到，要好耐先瞓得到覺呢？又影響日常嘅精神狀態，又影響第日嘅工作情況。有種痛就係肩頸好僵硬，好唔舒服，腰背酸痛，原因唔明嘅偏頭痛，仲有情緒好低鬱，焦慮不安，身心都好攰。咁呢啲好常見症狀，可能正在影響你嘅生活品質㗎。快啲嚟試下呢個療程體驗，成個過程係一次深度放鬆嘅體驗嚟㗎。你只需要穿着寬鬆舒適嘅衫，躺喺治療床上。呢個唔係魔法嚟嘅，而係你個身體喺安全被支持嘅環境下，啟動了自我療癒嘅本能，咁讓呢個顱底治療成為你回歸身心平衡嘅第一步。喺專業嘅治療師嘅溫柔引導下，重新發現身體嘅自然療癒嘅力量。準備好開始呢個治療旅程嗎？聯絡我哋啊！請呢個專業治療師為你度身訂造個人化嘅治療計劃。